中百姓苍苍。铁兵入了燕京东，四瓦江山照人伤。王室眷属趁地去，孤王我只得怀恨问冤家。原子派从征采集立第年，岁
在是口渴的很啊！你越是心讲，我越是不接你。这，哎，你怎么？哎呀！你把我靠啥子弄嘞？真是欺人太人！你他家趁我太努力，我都是说少理你。求你的破的水，你把碗刁难将成器，常言道，才应自信生节约。你恰是心里不算有义气。你不分心意，生无气，讲什么是说大什么理？你快拿烈人一言不尽碎，冰凉成为心底，快你外面一三三，曾经困本气节体恤，堂上忙音不尽碎，大姐，管教你扶贫得病，一病不起。哦，大弟子啊，可是真的？信不信于你，反正啊，我也把祷告，他真是见谅你的命呢。此次上来要多谢大姐了。谢倒不要谢，这是你那脾气啊，他真是要改一改才好呢。这，那多谢大姐。哎呀，上司，你怎么了？上司，上司，哎呀，不瞒大姐说，我已经3天没有精神了。我这里有鱼呢，那请你充饥。鱼呢？吃了一口这口的，这是我们村里生的家常饭。哎，香烟口口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呀！哎，别不能吃的。哎呀，上司，哎呀，你怎么连笔也吃下去了呢？多谢大姐。忙听得马蹄声声耳边响，就只见尘土滚滚泛起呀，听着这口金贼欢，水仙君真大香。大姐，铁兵打的是
看见有人路过此地。鱼卵、鱼女、鱼老、鱼少、鱼上帝、鱼下帝、鱼旁帝、鱼西帝、鱼起码的。谁的啰嗦？快讲！可曾遇到一个少年壮士？少年壮士有的，我方才看见他往那边匆匆而去。对，慢，将军，你看大路，你看大路，对。究竟把人上到哪里去了？哎呀，小女子方才明明看见他往那边而去的呀。嘿，将军，请。去。大人，官子要喝水。我知道这一带的剑是可以上神的。不，大人，我们这里的剑是不能上神的呀。打开剑盖，打开。打开。
说结为亲，怎料此烦躁多事伤你命。我就急忙爬插进来，躲到那边去给你去了。丧子，你没有死啊！你没有死，你没有死。哎呀，大姐，哎呀，大姐，你真的没有死？没有死啊！
句，终身难忘。老死相聚皆为情，此生难忘年月。求他记高不的好心思，永生心里当中谢他记。艰难相诉世上里，恩义良师莫再提。我本是皇城三爷农家女，我老张是江明妻。常言道，君子仇恩必多报。我亲爱啊，事过境迁分离。他既杀因心同明，我只得。我只得白衣在山，长困不起。小女子心脏张什么？啊！张不来，家子哪里？家其实我爱生意，家中还有何人？老婆的病早当子，泪下母女两他家会只会落难之人无所成，难求但求你赶快不来谁呀生气，看更新的东位子，我望你不爱做起一标记。到那时我听到大计，救命见张不兰接棒。是呀，万事上不那么
老实人啊，挂事体啦。我一挂了挂回去病了。哦呀，走走走走走走。奇闻，什么奇闻？娘我了这么大的年纪啊，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哦，十年前，原本大人当人当，你我配当张王八，十岁末新君登基，新登是哪一个啊？小命不来本姓张，
为娘就穿上这条新裙子吧。娘，女儿不去了。桂兰，你这娘。
来呀，哟，与我爱家爱父，把查波兰人家的姑娘一个不留，统统请来见我。是，姑娘们去。见过老爷。哎，起来！宋家姑娘听了，本自愿此言乃是奉迎皇命，所造就将人张波兰。请问你们哪一位是波兰姑娘啊？老爷，我们村里都姓张，与波兰的都叫张波兰。是啊，我们都叫张波兰。你们都叫张波兰？叫张波兰？叫张波兰。你也叫张波兰？是啊，叫张波兰。张波兰。你们都叫张波兰？是啊，我们都叫张波兰。来呀，哟，将他们一位鸳鸯一起分拆。是，告诉你们，今天要是找不到张波兰，你们都不能回家。原以为从来并有情，恰不了请他自从风不起。欺人自恋从姐妹，归来尝鲜便是非。请问老爷，宋家姐妹犯了什么罪啊？玉母王子冒生忘恩，犯了欺君大罪。当年万岁有言在先，哪家查波兰大计，就向哪家报恩。你们不是图报，反是于贼，这不是你们犯了欺君之罪吗？你娘嫂生死，娘嫂是我亲耳所闻，真是娘嫂。那完成波兰计也是你的旨意喽？真是我的旨意。姓张的人啊，就下过一把。叫
能给你带来多大好处？哎呀，夫人放心，只要功夫到，好吃不会少。禀老爷，钦差大人到。哦，有请，有请曹大人。夫人，哦，对，哎呀，要是快来！哎呀，有请你。万生叩见恩师大人，免恩师请坐。恩师，当年恩师为报身家，功高阙地，金凤王命，策请本院，一路滚马老登，辛劳了。恩师，这是万圣帝的心意，望恩师笑纳。叶启后必如此。当年为师冒死保家，曾经路过此地，今日求地送友，真是官开满分呐！叶启，恩师，本身那位救家恩人已在叶启的府中，真是。换生我几经追责，做了又做，放了又放，好不容易才找到张布兰。如今他正与我女儿在后花园有爱呢。叶启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听说送上。多谢恩师，请救家恩人前来相见。有请布兰姑娘，有请布兰姑娘。本卿查奉万岁之意，特来相迎恩人进宫。请大人为禀万岁，民女不去进宫，方万岁赐恩于张家期众乡亲。恩人杀身亡死，得救万岁，理该受赏。这是望恩人将当年救家之事列表大概，以备申报审查。是啊，姑娘请讲个明白。大人请听。3年前，官职领兵在军场，为其重视，我将他请来尝。地
一并为避我杨银路，我与敌员走到江旁，待等那铁兵复为风水进军王堂。怎么样？早已历经一根上，口舌不对，可有证据？一本块不能作证。为生不来，女子皆有，岂能作证？大山不信啊，那让我面见君王。你那万岁真的是来报你称姑之恩吗？不会报恩，那找我做甚？那是为谁当年之臣，报当年之臣。大山不，你竟将堂堂万岁藏在三军之中，乃是有意凌辱，继而有恩所变腾的红巾，说明是虚言，越是万岁于死地，这是万岁的圣旨。万岁命我前来做那与你对。大山，小女子当面相见，也是一片真心，这是不见君王。乱国将变，夸你不当不早。来呀，答应死！不，大山，我，大山，你问我，大山，你问我，你问我。方才张布兰之事，你都听清楚了。万生我都听清楚了。好，从今天以后，你的女儿便是救家人张布兰。儿子，你是什么？本钦察知道你的女儿聪明言说，才貌上见，具有乡愁之意。今日乃是天赐良缘。此乃是欺君之罪，万生我担当不起呀！有为师担待，那定下了天案，你还怕些什么？那，为这块布兰作证，更是半步也死了。恩师，
此乃为师一片好意，难道你坚决不屈，想去反举不成？万圣不公，万圣不公！起来，起来！那好，从今天起，所教女儿为公。宋恩师。从今以后，你的女儿就是九江上生的啦！哎呀，老爷啊，这真是戏中天降啊！哎呀，夫人，此事非同儿戏，非同儿戏哟！老爷，莫非你真要经久不缺，吃不久？想我女儿既与张伯兰十分相像，却又是女中才子，啥是金德公主凡事定算，从来不必。到时候凡事万管什么真不兰、假不兰，要是我们得罪了邵大人，他恼怒起来，我看你吃在得起吗？夫人，事实上来，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喽。只有这条路啊！哦，弟弟，世事不可，世事不可女儿的人俱亡地，怎能冒名去定居？不但本是妾家女，岂能颠倒是非？是非颠倒你莫细问，放心大胆进宫去呀！教训而句句依从，君色之事，儿是难送你。哎呀，老爷，不然今心地深真，与我心意相对，我怎能做伤天害理之事？哎呀，女儿，你实不英勇，为父不但要得罪钦差大人，还要难负皇上圣命，到头来亲自出这一把，从这出来。
想做真情来应承。开见万岁，恩臣速速请起。
从今我心上身，多亏你才被关送，是有情人。曾记得金堂同庆，他黄昏是情深深意，牵动了光的心。曾记得一夜天子头长虹，记下了生生罪归淮南心。听他一番真心话，不言牛皮，心钻进。爱不难，下次千里去放心，他爱不懒，得真我难自信，千几声，他光是心头光，我是情中情雨，皆不明。倘若是真心人，还得家不难，不欺骗，成了欺世逃命偷心人，就来一不绝，原来是人气乱神，到头是知错没错，都是一案睡眠心痛真心。万岁啊！话到嘴边怕出尘，怕只怕触怒龙颜斩满人气万岁请他那里就应进来，心跟天不子里接续小水。
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谁知富贵呀？小妹子有娃娃嘛，尽是无妨啊！我是怕万岁呀，烦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你就是出卖了国王，却大妙寡人，故也就不怪罪于你呀。是我当真？哎，君无戏言呐！万岁，你知道我是谁呀？你嘛是我的恩人张不来啊！不，万岁，小妹子并非是张不来。又来了，又来了！故早就知道，想当年你是假不为民，故才叫你不来为凭，勾查他去。哎呀，万岁，小妹子实在没有救家之恩啊！恩人，你今天是不是多喝了几杯酒，将其酒挖来了？我并不酒醉。No，满口醉王，万事不醉呀！万岁，小妹子有欺君之罪。好，故杀你不才。哎呀，万岁，小妹子并非是张不兰，乃是冒名顶替的假牛皮。假牛皮，万岁！当家起中张不兰真为难人，张不兰娘恩义中心地深真，弟弟为把王恩宁并无冒名藏精神。那我才不来为我才弟弟最重，你是弟弟就有的弟弟是谁？家路真配。我说这弟弟是元明，万岁万年不用心，苦了若平世上小夫，真连累我伤情。左难右难，难杀人。你弟弟到底是谁？也罢，弟弟乃是儿的父亲。冒名顶替，带他报歉。万岁！我有娃，讲，我以为你是个有道明君，强原来也是个无毒昏君。哼，我不读什么，昏在哪里？我是亡命难为父母相悲，进宫面君苦为心小，面随隆恩深邃关东吐了真心，苦为心重。小女子忠孝良贤，何谁自由啊？万岁呀万岁！倘若小妹子不讲真言，你也分不清真假。事情吐了真心，反要分斩。君无虚言，请万岁三思。万岁，小妹子还有话要讲。好，起来讲。哎呀，万岁，小妹子闻听，那张不兰已被当作死了。你说什么？那张不兰已被当作死了，请万岁说说，救他一命。梦听声声
人啊，先生啊，我的女儿早归来，在你前举了皇帝名。张过来就是你女儿张桂来。是啊，女儿闻名进我梦庭，求子速来月经。方才月牙闻音讯，一阵滚旁错出门。那你为何不到明州府告查去？到明州府是吧？不，明州府一定会真理的查啊！富有长子是何高德？富有长子，好，有天谢查。皇帝西藏当送是上礼一次。找他你，哦，妈，很有名字的，哪去？哪去？多谢先生，我们先生真心他名他就是我。王官多谢王先生。起来，起来，起来，去吧，去吧，去吧。万岁，月牙的一死来了。月牙的一死，哎呀，你这小姑怎么如此忙上？哎呀，分明是你伤了我，怎么还是我忙上呢？哎，你撞翻了我的牙，你伤了我的手。哎呀，两位何日争吵啊？他挡翻了我的牙，他伤了我的手，我的牙伤了我的手。好了，哈哈哈。这位相公，你家何人患病啊？袁太爷的夫人，袁太爷的夫人，哎，身患何病？哎，心病。哎，心病。我家师傅为困病啊！你家师傅，我家师傅乃令我赫赫有名的王半仙。此日快相派了你，不争不要信啊！三代祖传以性命保证灵验，灵验。我家老爷正想请为测试先生。先生请。好，请。老爷，女儿进宫一行，必存佳音最上身。他等君臣去吞听，杀人大海出英雄。老爷，哎呀，你呀是去呀，病患测试先生前来，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我怎么会知晓嘞？哎呀，女儿的子，哎呀，你这个魔力的好吧，烦死了！哎，我好命苦，我好命苦！哎呀，对婚，哎呦，心痛，心痛！哎呦，老爷夫人测试先生请来了，他往为困病里。这位先生言讨不争不要嫌。哎呀，快有请测试先生。哎
先生年少风流，怎样管得到着哦？有年呀你，确实说来也有8、9个年头了。哦，刚才听叶师言道，先生不但为坤乡，还为一平哩。是啊，是啊。有帮郎中最是香，一并查事有宽详。你难咋人多能吃啊！压到平城保灵光。此次请先生与我家夫人安马。好，哎，哎呀，先生，我患的什么病啊？夫人腹内俱结，为脉细紊乱，实为心病。心病，哎，胡家。夫人心中定有所思，总是闷闷不乐，愁肠不尽，气血阻塞，却欲而成心病。哎呀，老爷，哎，说得真，说得真啊！哎，先生啊，此病可治不治啊？方便，方便。只要夫人把心中所思都痛痛快快地吐出来，架子疙瘩，夫人的病即可痊愈呀！哎呀，先生，此次说来，先生的相术也定然高明了。灵不灵当上事业，真不真过后便知啊！好，请先生再为我出个字。夫人还要出事啊？好好好，请吧。哎，老爷，是个隐士，隐士，哎，先生啊，是个隐士。因此，此言可唱可评，这些何妨？变化无穷啊！先生，不知这隐士有何说法？老爷夫人，请坐下，听我慢慢地讨来。老爷夫人，听了。查是宽详。
要着急嘛。二将银子拆开皮，拼着还是生一口还是啊，那这银子里面是个大字，这大字缺横是个生字，下面加一口，乃是一个汉字。进宫一月进，为我不进西宝来呢？这是啊，哎，先生，啊，老爷夫人，敬请老爷你莫心焦，万岁保险要跟王道，自称阴谋成为龙，3日之内。哎，怎么样呀？万岁要称呼我丈母娘娘，要是万岁再小心一点，说不定还把我这个丈母娘接进宫去呢。哎，哪有丈母娘进宫之礼？只有我这个常人阿爸才能进宫议事，进殿施主。方才当着两帮文武大人的面前喊我一声国丈大人，先生啊，你说我荣耀不荣耀？开心不开心啊？老爷啊，在这今天之上，你可要做得小心啊！插下去，插下去。好，听了。三将银子来敞开，哎呀，不好！哎呀，老爷，你告辞！就
黄龙盘地，怎么样？要红领夫人，是我是好啊！哎呀，先生，哎，加酒，先生，加酒，求我家酒啊！哎呀，也没有办法呀！哎呀，不行，我也没有办法。加酒啊！好，张爷说得好，木有神，桃有法。哎，只要有一种起身法，方可解得你女儿的灾难啊！提升法，只要找到一位与你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囚，代为受难，你的女儿就可以王兄化解了。哦，找一个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女眷。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女眷，这到哪里去找啊？先生，再等啊！巧了！哎呀，女犯张不兰正好与我女儿年龄相仿。哦，女犯张不来，正好与你女儿年龄相仿。是啊。哦，这个，那么我要为她当面困降。先生要为女犯当面困降。哎，这不当面困降，怎能解得你女儿的灾难啊？这个实在不便啊！那就算了，方便，方便啊！是啊，女犯张不兰就关在县衙牢狱。这是在县衙牢狱，我是何去的呀？哎呀，先生，去的，这县衙牢狱嘛，乃是我家老爷所管。哎呀，只怕错办了王法，非同小可啊！王法，先生啊，你这懂得察日看相，这官场之事嘛，你就不懂了。有道是天高望地远，你管他什么王法批法？在这镇海院里，我老爷说的话就是王法。先下手，将赃给办，死恨我，死恨我！大人，我们有神。老人家，请问张家喜往哪里走？到张家西。不知大人你要找哪一家？请访旧家恩人张不兰。张不兰，她就是我的女儿。你就是不兰的母亲，是啊，美得真好。大娘，
娘啊娘，长夜漫漫谁相伴？为凭解药谁相伴？先生稍等，姑娘，姑娘，姑娘，有位测试先生奉老爷之命，特来为你宽香。宽香，生死一定，还宽什么香？哎。先生，请。不来，不来，不来，不。江水报心不碎，你明天王帮大神红，暗地配身接我身，杀什么身上三金不美，不然做百万艰困，言我上女手可以，我难打起元神，我得考落牢房，我母女两离非，今生归来是阴听，不然你还要花言巧语欺骗冤枉！
迎来的恩人不是你，我真情断动了家子女，他吐露真情实的心，实的下方是你恩人，曾是就抢我来是全人用的挑毛巾，我回明真相西茶坊，乔装打扮特来有种团郎你，想不到途中巧遇你娘亲，我为他写唱称他名字名他高大，名字高丽。后来这桩桩切切天作证，你恰是
你究竟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的丈夫。好啊，你尽管冒充他的丈夫，可我把你关押起来。杨氏先生，你管不得的，他是君什么？君谁呀？他真是我的夫君。听见了没有？哦，记住你们是夫妻。先生，请随我来。来。先生，我有要紧事相告。什么事？你的岳母已被人杀死，从他身上得上这一张。想不到闵追夫也是此凶残，也孤王亲笔写的长字，多高不正。哼，我倒要亲眼看一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是怎样忠诚于我这个君王的。告辞，先生哪里去？我要到闵追府告上去。哎呀，万万去不得呀！为什么？今日那闵州知府首等之际，私访官员前来请我，我看你不要私讨苦情。插着他的嘴，我告我的场。哦，请问先生可是王亲国戚？比王亲国戚，手中可有谁撑腰？无人撑腰。家中可有王冠家？我只有一副，撑着他。哎呀，先生啊，我看你还是撑了这口气吧。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王法？哎呀，先生啊，王法从来都是空文。王法是空文，王法是空文。先生，有法。我那边，那我就过来与我安排，你快走吧。好，走，多谢。
苦，才能百人们苦是转人而来哟。李大人，请。公子端当明真，乔公子夫请大人。我未见皇上先敷衍，再奉旨意不在京。啊，其他人请。报，兵大人有人接过告上。哦，吩咐下去，另为他人在此请我颁布丑单，不提名次。是，齐大臣，请。请。李大人，结果人冒失高涨。亲临世界，后来冤情，分明是来造乱事情。调图一再喧哗，将他轰了下去。慢，既有人冒失高堂，必有冤情，我等还是升堂立案为好。此次请齐大臣、贾大臣同审。来呀，有升堂是升堂。不成，犯年期。他但叛年期，今趁齐大臣到此，请我颁布手段，不是不早，为我偏挑精神高唱。精神有长，精神高，他人小人管不了啊！犯年期后有长，有长，陈长，拿去过来。陈四郎，潘谁也为何来到当中有救你非才家，潘谁叫张子高
亲，本堂明警告院秉公而断，此案8日之内是当查顾明判退堂。是啊，退堂。哎，我在这场子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不审不问就告退堂？对呀，二位大人万年请实得有理，我等万事当堂审案。哦，他生之间当堂审案。当堂审案。好，是求生。周大人，高长生愧在当下，立案成冤。哎呀，真乃老夫耳聋眼花，是困不听也听不明哦。万年青，愿你站起来一一诉来。放在乱棍上身，伤气等同，才不起来了。哎呀，快叫他无聊起来，无聊起来！潘年轻，快讲来。好，听了。你需要不可不为，深深。何来冤情？好，那我来问你，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贾子渊，万年请问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进宫去了。哼哼，万岁派钦差大人接的是九江恩人张过来，你的女儿有时候进得了王宫啊？张过来，那是我女儿九家子用的假名。假名？嘿嘿，呵呵。你本是长江江湖差之人，怎知道恩有来？皇帝清早出家女，为子为宣布家里充公兵。我女儿永是天仙貌似花，早在深宫本身经。李进公诬告皇帝老苍蝇，欺君犯上要分三营。你是我诬告，好，那我来问你，你为何要将九家女来四大营关押在死牢之中？贾子渊，可有此事？被这诸此事，绝无此事。那我再来问你，你的夫人为什么生死惶惑，心神不宁啊？我夫人我的与你何关啊？你又为何要我到死牢之中为女犯张不来？快讲！哎呀，你
不顾出子劳，你真是无十八道，负重身忧啊！他但潘年轻，不准你诬告官府。潘年轻，贾子元是你诬告他，你可有证人么？有他女孩贾玉萍作证。来啊，带贾玉萍。是贾玉萍上道。究竟是不是你的父亲？他但女子，不准你诬告官府。贾玉萍，他但作证。是。另外有何话可说？哎呀，大人，此生虽是卑职之女，真乃是冒人忘恩之事，全都是曹子彬大人的旨意。钦差大臣到。有请哦，有请。怎么也在这里呀？你不是也来了吗？今日是周知府承担之际，我怎么能不来呀？我也是拜头而来呀！瞧啊，瞧，请。恩师，我都遭了。遭什么？冒人忘恩啊！赵大人，请啊，请。啊，曹大人，方才贾子元公臣是冒人忘恩一事，都是曹大人你的旨意啊！我，想不到今日审案审到本钦差头上来了。贾子元，我来问你，本钦差无缘无故，为什么要说是你女儿冒认忘恩？本钦差奉旨寻找救家女，难道我知错万错，知法万法，要你女儿冒名顶替？想当年，他
大跌当街，本清查出生的是报复身家，如今难道为了一个酒家女子，我要先攻进去走向乾隆屋吗？假之曰，今日在大堂之上，你是不是吓破了胆？欲肯难辨，故而心愧死亡，胡乱造供。如今有本清查在此，你与我送死地找来。哎呀，大人，刚才在公堂之上，被这却是吓破了胆，定是把你去哪里领来的疯女子来陷害本官，我帮大人听他。来呀，将犯年轻从这死神押成死牢前来。好的，徐大人，你为他守望，莫非与他有情？无情于故，无故非情非故，那你定是受了他不少好处喽。实不相瞒，凡是我要的，他都尽了。痛快，在大堂之上枉法永不得事情。来呀，有他应是。